谢玉华，这花莲大地震了，继续咧救人。这个重点放伫台北国各公园，这个沙卡浪这个步道，搜救队判断，这个现有积极活跃人伫步道差不多是500公尺的所在。啊，那这对新加坡的翁仔某差不多是1.5公里，也就是差不多1500公尺所在这5间厝。因为这土石啊崩了真严重，即马呢步道拢变成咧崩壁。即马有出动这个大型机具伫学，希望讲会使顺利将这罹难者甲运落来。另外，土耳其无人机的团队嘛，继续伫半空中伫找这个无人机地面上解析度会使到3公分，会使将这个空照图做成立体模型，真清楚画面，会使帮助搜救人员分了解现场的情形。2台重机具进入沙卡浪，客舱边啊拢是大大细细石堆，救援人员操作机具，哪学哪找失联者。土石一直为山边淋落来，规条路拢是石头，有2个受难者和大石头缀掉咧，敢若靠搜救人员无法度搬。今仔日透早，搜救队出动重机具进行救援行动，要甲受难者送回来。7个人，然后带3只搜救犬，然后我们会进入那边去做就是热区的研判这样。然后另外一组就是我们会持续朝这个0.5K， 就是第一处大崩壁这边去做救援。然后目前重机具已经都进场。这个搜救的重点就是步道500公尺的大崩壁，救援人员前后伫遮找到3具遗体，即嘛推估优先一个火的老母含囡仔失联的地点就伫咧附近。啊，那新加坡翁仔某受困的地点推判伫咧1.5公里的5间屋，两边的距离差不多就要行半点钟。手提操作器斟酌来控制空袭机，土耳其的空袭团队和台湾的搜救队双方共心来合作进行救援。不过昨昏受访的时阵表示，真正是无简单。Of course, a disaster and upsetting event. However, it gives us many opportunities to improve our capabilities. So generally, as an answer to your question, yes, it is not an easy environment, I can say. 虽然无简单，不过嘛袂放弃。土耳其团队炸3种无人机，2只做救援，1只来做幽闭。白色这只搁较有派头，伊是会当直咧起降的固定式无人机，飞行时间会使到90分钟，航程到100公里。对崩落的地形会当做判断，嘛捌做乌克兰作战时的侦察无人机。这台无人机地面的解析度会当到3公分，搁甲空隙度做立体模型，清楚的画面来帮助救援。提早看头前的状况，全面掌握现场，搁较容易来救灾。土耳其和台湾跨国合作，能力搁加上高科技，搁有搜救犬来斗3工，和时间竞争，共心协力，找出失联的受难者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